各位早晨，今朝早氣温低咗啲啊，我哋睇下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最低氣温介乎16.2至17.4度，至於最高氣温介乎16.5至18.2度。一齊睇下，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，同時一道廣闊嘅雲帶正係覆蓋各區。咁本港今朝早各區錄得1至2毫米嘅雨量。而預測方面係多雲，有幾陣嘅雨，最高氣温大約19度，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，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。聽日仍有幾陣雨㗎，去到今個星期後期和暖潮濕，早晚沿岸有霧。星期日北風會增強，氣温顯著下降。去到下星期初，朝早市區氣温降至大約12度左右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而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，強度屬於低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、澳門落雨，廈門多雲，台北多雲，上海天晴，北京多雲。瀋陽多雲，首爾天晴；大阪天晴，東京多雲；胡志明市驟雨，馬尼拉明朗；墨爾本天晴，悉尼多雲，布里斯班天晴；奧克蘭大風；溫哥華驟雨；三藩市落雨，洛杉磯天晴；紐約多雲，多倫多多雲；倫敦明朗。巴黎驟雨，阿姆斯特丹、法蘭克福、蘇黎世落雨。天氣先講到呢度。